歡迎觀看 ALS-HK 物件表面抽樣流程影片。請嚴格按照影片中嘅步驟操作，以確保檢測嘅品質。我哋開始啦。採樣前，請先洗手30秒，再戴上手套。而家，攞個10乘10平方厘米嘅膠框，兩面都要噴啲70%酒精，再抹勻佢。然後，揈到酒精完全揮發為止。跟住將個膠架擺喺要採樣嘅位，撕開個無菌採樣棉花棒包裝，順手攞埋支稀釋液，噴啲70%酒精，徹底消毒手套、棉花棒外殼同稀釋劑管表面。攞支棉花棒出嚟，浸入支無菌稀釋液度，喺管邊撳一撳個頭，逼翻啲多餘嘅液體出嚟，跟住即刻扭翻埋個蓋。然後攞住支棉花棒，同個面成30度角，喺個10乘10個膠架入面打橫打直再打斜嚟抹。記住要一路轉個棉花頭，一路慢慢喐啊！完成後，將個棉花頭放翻入支稀釋劑管度，拍斷支柄，隨手扭翻埋個蓋就得啦。最後請清晰地標示樣本試管，方便 ALS 同事作核對工作。然後隨即將樣本冷藏，並在24小時內送回 ALS。感謝觀看，若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客服，謝謝。